欢喜在地新闻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议员争取立骨塔，是甲民进局长来抢讲要掠高铁。台中市议会亲民党的议员段伟武为着要争取伫伊的选区来去立骨塔，是派一个大型的标语来写讲“大理不逢人，死无葬身之地”，所以来甲这个牌子挂伫个民进局长吴世伟的座位的头前，对着局长讲。 要掠高铁。有一天我死的时阵，我真的死不瞑目，你甲我歹势。台中市议员段辉武伫议会挂一个牌仔，写“大理不逢人，死无葬身之地”，行去民政局长吴世伟的面头前。我做一个法的，如果我死进前无甲我做，我一定去甲吴世伟掠来踢高铁。段辉武挂房啊，若对民政局长做法，若伫遐咧话。吴世伟若无甲我做，好啦，我动你的骹尾。好啦，好。目的就是为着替选区争取去灵骨塔。 不太好，字面上就觉得不太舒服了，有点作秀吧。争取的东西的这个方向去想思考的话，议员也没有错。有人认为议员用词激烈，嘛有人认为这是为着让官员印象较深。段辉武讲，都是爱安尼，对方才会较神经。是我20多年来政治路一次爆发哈，拜托民政局长挂伊的身躯，放在他的办公室，放在他的心上。有朝一日啊。 卖互阮大理不逢人，永远死都无位头去。段辉武是台中市唯一一个亲民党的议员，做代志的风格真特殊。2013年11月时，就捌因为用工会出稿的考察报告无写心得，敢若写夭寿赞赏而引起风波。即马阁因为即阵的事挂牌仔，画死无葬身之地，虽然是要求市府服务民众实现承诺，不过方式引起讨论，嘛，互伊的争议事件搁加一项。